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智慧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农上主青，为了回馈社区，每当拢会举办主播夏令营的活动。今年第一场甲东区大同国小合作，办理与布克斯有约新时代小小主播夏令营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将小朋友阅读的能量转化为创作甲表达的能力，并且提升自信心，成为具有阅读素养甲影响力的小主播。由中嘉宽屏3冠农上主青举办的主播夏令营的活动，今年第一场甲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每一位参加学生拢是热爱阅读的资优学生。今年的主题就定做与布克斯有约，新时代的小小主播营。7月10号、11两天，伫个中嘉宽屏上主青大楼来举办。活动内容丰富又个多元。2天的课程有专业的摄影团队对摄影的基本技巧、口语的训练、到新闻的写作、梳妆化妆等。每一位小朋友拢亲身经历，透过不断的练习，自我组织的思维甲表达的观点。最后的重头戏，就是每一位小朋友徛伫个主播台进行播送。展现家己的表达甲自信的能力。大家好，我是林宏典，欢迎收看7月11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3年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更认识媒体，
大家好，我是陈志英，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会。主办单位中嘉宽屏三观农乡猪场总经理陈建春，甲台东国小的校长李淑珍表示，促成这届双方的合作。一方面，因为了解台东国小伫咧推广小小的主播有真好的成绩以外，另外校方为了奖励对阅读绩优的学生，嘛特别安排甲布克斯有约新世代小小主播营。很高兴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今年度所办的第一梯次主播夏令营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台南市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那每一位小朋友在这2天的活动下来呢，大家都收获满满。那从媒体识读一直到主播的化妆技巧，还有我们制作新闻节目的流程等等，都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呢，未来也会持续来举办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那可以让我们的媒体识读以及正确的这个媒体制播的技巧呢，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做小小主播的体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像是小主播一样，非常的赞。有的呢非常的有自信，有的是笑容满面。我觉得呢，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么呢，我们能够有这2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呢，校长要谢谢我们中嘉电视台呢，能够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们。双方首次合作就得到不少掌声，希望未来双方会用有更加深的合作和参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射箭一直是台南市积极发展的运动，而且咱台南的选手嘛进军东京奥运，拿下团体男子组的银牌。不过，台南身为6都，却无一个正式的射箭场地。立委陈天辉12号特别邀集中央甲地方相关单位，前往安平会勘，希望赶紧找到适当的射箭场地。台湾射箭进军东京奥运，拿下男子团体银牌好成绩，嘛互体育署佮专工制作影片来宣传台南的射箭队。不过，其实地方相当无奈是，一直无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来栽培后辈永续发展。对此，射箭委员会锁定安平、西平5街甲新平路这附近的空地，希望兴建场地来互选手练习比赛。发展射箭3级运动。好，目前台南市最缺乏的就是我们的射箭场地哈。那如果说有射箭场地的情况下，如果有办理全国赛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协助。然后对于台南的一个射箭的地方发展，也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子。面对这几片空地，不是渔业署，就是国有财产署的国有地，到底够法度搬用？对此，立委陈天辉特别邀集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包括议员尹爱达理、李忠诚、周丽金、陈义丁等人，拢相当的关心。不过，会中渔业署明确表示，因所属的用地核定做观光休闲，加上已经有民间投资油田公司，借当保留。行政院核定的计划，这整块都是在我们的 BOT 范围内，但是目前提出的计划是在前一段。对吗？所以这一块还没有吗？在 BOT 计划里面还没有吗？不是在 是我们的渔港计划里面，本来这里就是 BOT 的用地。我知道，可是正式提出来这一块还没有嘛？正式提出来，它现在只是初步的，对，只是初步的第一阶段。那目前整个后面还有，我们还是要公告，这边还是要做 BOT 的。既然渔业署用地无法度突破，立委调向国有财产署的公园用地来努力。虽然跨度无够，不过深度标准，希望到时安平这不只有射箭场，卖当推广吹球等体育活动加比赛。台南确实缺乏一个国际型的射箭场所。那我们现在所新建的射箭场所基本上就只能是训练。那对于我们现在成绩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说真的，觉得对我们的射箭选手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们认为原本希望透过这个全中运或全运会的一个举办，能够把我们的场地做得更完整，但是因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没土地，所以今天我们特地邀请渔业署还有相关单位、市政府相关单位，先来就我们目前这个安平
港区附近所有的一个场地来做一个总体检。那目前我们可能倾向于从国有财产署有一些公园预定地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些规划？台南需要国际标准射箭场。台南新闻古籍采访报道。台南伫热天真重要的音乐节将军号，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7月22甲23號2天，將伫將軍漁港搭配宴會表演落地登場。伫宣傳記者會當中，人氣的男團 Phoenix 嘛出席參加，佢因搭配粉絲到場，氣氛相當的熱烈。一聽講台南將軍號音樂節宣傳記者會會請來男子團體 Phoenix， 所以大批歌迷提早5-6點鐘就來到現場。記者會一到 ，Phoenix 嘛直接用賣力的舞蹈來回報歌迷熱情。Phoenix 团员拢表示，因真介意台南美食，所以市长委托嘛特别准备将军在地海产、乌鱼子、甲牛宝等盘手礼，要互因食好到小报。其中台南烟控的主题李成龙嘛特别感动，会当回到故乡的舞台演出。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在这么大的活动上表演，尤其又是在我家，就是我老家，所以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台南。配合现场新开粉丝近距离甲偶像互动，其中嘛传了团员到大家看做会之上，将气氛炸到上高调。1、2、3，好 ，Phoenix 赞不赞？现场除了 Phoenix 的超人气以外，7月22、23两天的将军号，也有4万发长达6分钟的宴会组织，包括蔡健雅、95人等歌手，甲14组的乐团轮流演出。14组超人气演唱组合将军渔港火热开唱。到2023将军号，在7月22、23日在将军渔港来盛大举办哦。那我想今年的节目特别精彩，卡司特别优秀，而且这个歌迷特别的欢迎。尤其我们不仅有2天都有烟火，过去将军号只有1天，过去将军号没有烟火，现在变2天又有烟火，而且又有最厉害的 Phoenix 以及歌后蔡健雅，所有的这个天团，通通都来到台南。只有举办盛大记者会，主持人笑讲市长会当加入男子团体担任1天的成员，欢乐气氛毛市长当场加码2组贵宾区的票券，互现场歌迷抽奖，除了互歌迷欢喜甲，嘛要呈现1档比1档精彩将军号。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看好台南发展海洋社区的远景。高雄一间游艇业者特别进驻安平，将造船厂2700坪旱地空间活化，成立游艇俱乐部，拍出平价消费，规划坐游艇游安平港的行程，以及前往澎湖等外岛耍跳岛的旅游，要伫暑假期间提供游客新的生活。市府将安平水花游戏发展列为重点施政计划。来自高雄的木挺股份有限公司就看好台南发展，积极进驻，特别将安平一间造船厂2700坪旱地空间活化，将游艇的专业结合旅游公司，推出水陆体验游艇。我们现在做游港的游艇体验，我们会先经过泥梦两纪念公园，然后再往我们的那个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再往我们的安平游艇国际码头，它会再绕回来。我们这边的台湾军舰这边会去再做海面上的参观，完了之后才会再回到我们码头，然后在我们码头这边享用一些下午茶、喝咖啡、看夕阳。除了台南的水陆游艇，木挺股份有限公司也特别规划澎湖南方四岛游艇跳岛的观光行程，希望在这个暑假提供给游客一个无同款的生活。
我们的会员，还有游客也可以参加。我们去东极、西极，我们会先去西极看蓝洞，然后再去东极去参加我们的浮潜，然后再玩一些水上设施。完了之后去东屿坪用餐，这是当天来回的行程。那我们也有选择可以做2天1夜去七美，然后从海面上面看我们的双星石窟，然后再登岛去七美，所谓的环岛。然后我们那边也有做所谓的浮潜的一些活动。业者表示，安平水域具备发展海上观光优势，大型企业纷纷抢先进驻。牧艇公司甲其他关价游艇会员侪无同款，并价亲民的游艇观光，伫无同的消费族群，也具有真悬的竞争力。相信未来整个海洋城市规划完成了后，会当吸引更侪观光领调来台南佚佗。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向阳文教基金会伫民国78年由启智学校的创办人郑武俊当事长来创立，今年迈入第34档。现主时特别成立向阳客户中心，要提供弱势家庭的囡仔免费教学辅导，希望因会当接着教育，反转人生的命运。3、2、1， 由台南市议员张培雅甲向阳文教基金会代表斗阵抓牌，向全国宣告向阳客户中心正式营运，将提供弱势家庭囡仔免费教学辅导。我是做媒合者，但是我也很荣幸，我希望爱的教育能够在台南更能够发扬光大，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人生。我们成立这个平台有3个面向，一定要圆满的促成才可以这个圆满的运转。第一个就是师资，第2个面向就是这些翻转教育需要有这个被翻转的对象，第3个就是经费。向阳基金会大手牵小手，连接大学，免费来帮助高中小学生教学辅导，同时结合3关学，让学生会当改变家己的人生命运。串联起来，大手西小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大学或者是高中生来对我们的国中跟国小的学生来做一些克服的这样子的强化哦。向阳客户中心已经有32位大学职工老师，甲24位高中小学生开始辅导作业。中心目前锁定伫东区进行营运，暑假伫中华国中开学了后，伫崇文里活动中心，未来将扩大到台南各区，提供台南的囡仔更较好的教学。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举办董事长交接典礼，新任的董事长陈志文经营事业有成，热心公益，佮捐款成立奖助学金，奖励优秀的学生。但董事长表示，将会持续维持校务良好的发展，嘛希望全体教职员伫家己的岗位好好发挥。在中华医大苗董事长李荣胜的干告之下，新任董事长陈志文为下任董事长郑启瑞的手中接下应承，完成交接仪式。陈志文伫即刻开始，也正式接下第18届董事长。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第17、18届董事长交接，包含正侪产业界、医界以及校友甲教职员参加。知名小提琴家也早来演奏，为典礼加添光彩。下任董事长郑启瑞也特别感谢全体教职员的努力甲付出，让华裔校务发展有真好成绩，也让伊会当安全下庄。在这4年来，很感谢各位。那我在董事长任内安全下庄啊，学校有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招生也不错，而且在我进入我们中华医师科大。第一个撩水，按照巷口流啊，撩迄个水，咱清楚着，咱环境就会把咱清楚着一寡经费，所以咱以后咱中华医科大永远拢袂去用水啊，
陈志文接任董事长，伊也希望校长甲教职员伫只有的基础继续努力，董事会将会作为校务发展的后盾。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从创校至今，也经过了55年。感谢历届的董事长、董事，还有校长，还有全校的教师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让校务有今天的基础。这项的成果，其实都是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我们感到欣慰，也应该更觉得珍惜。董事会更要在后面来支持学校校务的发展。伫交接典礼上，校方也特别由校长致敬感谢牌，感谢卸任董事长郑时瑞过去的付出，教职员也献花表达感谢，场面非常的温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服务更加侪客户，永庆不动产扩大版图，伫台南市安平区展店，伫分店开幕动工，特别准备民生物资甲爱心的善款，捐赠予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大家做伙将温暖传到社会。3、2、1，永庆不动产为伫咧台南市安平区成立新的分店，现场唔但邀请人才表演，为店家增加光彩，也邀请伊甸基金会代表到现场参与开幕仪式，并接受由永庆不动产团队共同捐赠的80份物资加现金3万块。非常谢谢那个永庆不动产这边的协助，那很高兴能够关心我们一下我们的一个社会弱势的一个朋友，那让我们的身障朋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物资跟这样的一个善款能够去运用，因为他们其实在社会上真的是相对比较弱势啦。那在一些就是比较在社会底层，那很多我们可能很浅显易见的一些资源，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难取得的。所以这边再次谢谢永庆不动产这边。永庆不动产为着予温暖的爱落实到社会当中，一方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透过实际行动来帮助社会当中的弱势族群，和社会团体得到更加侪协助甲照顾。我们永集团持续在进行我们的爱圆满接力的活动哈。那今天的开幕呢，也感谢我们正婆的电东啊，愿意引领这个我们集团的一个配合我们的活动。那我想整个活动的进行啊，我想都是透过电东愿意发心，好，那愿意把这个爱呢传递到全台湾各个地方。永庆不动产已经伫台南经营侪档，平常时也会固定服务社区弱势家庭，提供基本的民生物资。这次新的店面开幕，希望透过结合公益的性质，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让更加侪人会当斗阵帮助社会弱势族群。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一位北漂回乡的青年，2年前开了一间深夜食堂，佮入选米其林指南。上去开业的时阵，拄着疫情，就非常感谢高雄青年局的青创补助，让餐厅会当坚持落去。青年局嘛表示，今年的青创补助有将近300件通过，欢迎有志创业的青年，每年也会当踊跃申请补助。虱目鱼肚在油锅上滋滋作响，搭配中式的黑豆豉，再用日式类蒲烧的方式熬卤，这是入选米其林指南推荐的美食。北漂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冈山，开了一间深夜食堂，用温度来命名，希望能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人情味，还有各式各样的温度与氛围。老板也与我们分享当初让他想回馈社会，并且爱上做菜的原因。高中的时候是参加了纳马下乡的一个活动，所以我有去那边做菜给他们吃，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哇，这边的人的物资没有像我们城市的那种小朋友吃的这么的好，对，所以就会希望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可能去做一些料理给他们吃。其实讲真的，到后来他们感受的那个温度，不是说他们吃得很开心，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他们回馈给你的，其实不用说要给你钱，给你什么，他们最大的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笑容吧。对，因为他们可以看他妈吃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就够了。
想开一间没办法被取代的店，也希望让客人有舒适的用餐环境。餐厅没有提供制式菜单，老板也特别找了非本科系的合伙人，希望可以在每期的菜色上蹦出不同的火花。一起做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我看中他不是本科系，我是本科系，所以我会有一定的既定的一个印象，比如说什么东西搭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风味，我脑海里都其实用想，我大概都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一定会很好吃，就像山药排骨汤。可是它或许会蹦出其他的新的花样，是我没有想过的。前2年餐厅开业刚好遇上疫情，老板特别感谢青年局雪中送炭，透过青年局的清创补助，让餐厅得以坚持下去。青年局补助他租金10万元。生财积蓄5万元，总共15万元，帮他度过疫情的一个艰困时期。那他使用的是在地的食材，那另外也有相关的回馈乡里的一个措施，那值得推荐给青年朋友或者是乡亲，能够认识这家店家。青年局也提到，今年青创补助已经截止，将近有300家事业通过，也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明年也能申请青创补助。记者黄冠维、何文瑜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